亲爱兄弟平安，这时你要开始咱的台语礼拜，请咱恬静心来祈祷，听候上帝的话，请奏乐。全地啊，着对上主来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懊恼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线到万代。亲爱兄弟姊妹，这时请咱同心来吟圣诗，圣诗第24首。我心懊恼至关上帝，请起立吟全首。
时，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列岛林内受苦，定时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请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64篇。启应文第64篇。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底长西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兄弟姊妹，着知，大家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生气。这声，因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正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敢若听道理就好。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伫欺骗家己。即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佮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当阮伫全世界疫情严重的这时，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求你赏赐平安，甲阮伫地，赏赐互阮平静安稳的心，深深知影。你是全地的主，你立你这个世界。虽然目前病毒、罪恶暂时畅行，但是阮深深相信，圣洁公义的上帝的确会得胜。
求主圣神光照阮，互阮搁一解知影家己的软弱、甲欠缺，也深深为着家己的歹所行以及心内歹的念头来真实悔改。求主赦免，互阮会当搁一解，甲天父上帝来和好，会当心内专心来倚靠上帝。求主圣神光照引带阮的牧师，教导阮你的真理，也赏赐互阮众人有谦卑领受的心，互既若听见你的话，就去行的人，同齐来领受你的恩典，享受伫主你内面真实的平安甲喜乐。阮将下面礼拜时间拢交托伫你的手中，祈祷感谢，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这时，咱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20到24节。恁并毋是安尼学习基督，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有对伊学习，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得败坏，恁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就是就请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下面咱要请音乐侍奉团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能不能。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
这时，咱要请本堂的牧师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建立属上帝体系的信仰。第2讲。来兄弟，咱即时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的恩典甲保守下面，互阮经过一礼拜久，特别是伫阮台湾疫情还阁真紧张的时阵，保守阮逐人。主，阮当也恳求是阮的主，互阮会通伫咧安静的时阵，通会晓你来时常来思考主你的话语，以及阮甲主你的关系。愿你的神不断来提醒阮、帮助阮，互阮会通伫圣神的引带下面，互阮会通搁较明白主你，互阮会通搁较留眼光主你。阮将下骹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你圣神亲自来对阮讲话。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免。咱顶礼拜，咱讲到这个世代是用巴比伦体系所起造的，咱称作属世的体系。伊代表着一个高举家己用自我做中心，抵挡上帝的一个体系。伊不断对咱安尼来透放一个信息，就是你无需要我个上帝，你通家己做上帝。当咱的性命选择巴比伦的体系的时阵，咱的生活就会通安尼，会通讲亲像即个安尼即个当时的即个亚当夏娃共款，活伫咧迄个安尼惊吓咒诅内面。佮甲上帝隔绝关系，佮即个属世体系也伫不知不觉中间来吞食着安尼即个无警醒的教会。咱安尼面对着即个安尼属世体系，有人却是安尼赢过安尼的一个体系。但以理甲着伊的朋友安尼，若用着迄个讲叫做。个人安尼的信心，搁较有迄种若无安尼的迄款的决心就安尼来赢过即个属世体系影响却赢过要需要即个赢过即个属世体系需要3项。第一个就是照着即个羊羔的保护，保守咱会通行出即个属世体系。第二，咱爱有家己的迄个见证。就是爱有家己的迄个性命见证来赢过即个属世的体系。第三，爱有即个无疼惜家己的性命，也就是毋惊死的迄款的心志，就是用着即个属上帝的即个体系来代替着即个属世的体系。这是顶礼拜咱所分享的续接咱要来讲，着怎样来建立即个上帝体系的一个信仰。当咱面对着即个属世体系的即个威胁甲着引诱的时阵，若要徛在一条，就着爱安尼掠咱家己的信仰的迄个基础甲中心来做目标，爱安尼掠条咱家己信仰的基础甲中心的目标，互咱会通安尼认出即个属世体系的所来的迄款的欺骗甲着迄个假象。来重新来审查咱家己，回转到伫属上帝的即个体系，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活，搁互上帝受着高举。安尼，什么会是建立上帝体系的迄个基础？第一个咱建立上帝体系信仰共款有3基础。第一个就是咱爱是安尼。有迄种安尼叫做耶稣是我的迄个典范，讲耶稣是我的榜样。第二个就是圣经是我的准则，圣经是我的安尼标准，圣神是我的引带。第三是圣神是我的引带。这3个毋是牧师所发明的，
那是咱迄个规个改革中的即个信仰的迄个基础。就安尼除了即三项以外，若建立伫咧安尼其他的即个基础的顶面就无坚固。亲像咱若有人建立伫咧安尼个人也是别个人的迄个信仰的经历顶面，安尼迄款的基础拢无坚固。因为每一人的经历拢是主观的。上帝作为袂受到咱的经历所限制，因为伊是最亲事的上帝。佮亲像有人安尼有真特殊的迄款的属灵的经验，无代表每一人拢爱安尼甲伊共款有共款的迄款的安尼迄种属灵的经验，因为迄是伊个人的经验。佮嘛亲像咱的迄个宗派的即个传统。也袂通真做咱信仰的规个的基础，因为传统无一定照圣经。咱若互宗派的即个传统的包袱安尼取代了即个福音的即个地位，结果若袂互人安尼得到即个头棒，反倒受到即个宗派即个传统的即个捆绑。安尼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必须爱是安尼袂会改变的，是袂通妥协的。咱近代有一寡遮神学家安尼挑工安尼质疑即个圣经，用着质疑圣经甲质疑耶稣来显示伊家己的一寡学识，反倒互一寡信心无坚固的遮个兄弟来带来咱讲信仰的迄个帮伴。伫即个安尼是假拿真的即个世代，咱搁较需要掠条即个信仰的即个根基，才袂互安尼受到欺骗，是讲带偏差去。即个基础安尼若坚固，咱就袂动摇，嘛袂安尼行毋着路。就亲像咱起厝安尼进前，咱需要安尼确认有一个真坚固的一个地基。所以对于咱安尼，咱今仔日咱安尼来看的时阵，咱就通看见。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内面，安尼咱通看见讲使徒保罗，因为安尼有即个因为即个以弗所教会信徒。安尼踮伫咧迄个时阵，安尼依教，安尼真丰盛心明真安尼满的迄个社会中间，怎样用着基督徒的身份来提醒因安尼毋通忽略因迄个信仰的基础，直到安尼甲信仰来产生了侪的冲突，所以保罗爱因安尼气骨换心，搁安怎？爱安尼，咱讲叫做弃暗对光，搁个爱安尼撇光去安尼有智慧，以及应该有诶迄款诶家庭诶生活直到因通伫咧上帝面前讲诚无下事，佮用安尼诶迄款诶方式，甲着遐个抵挡上帝旨意诶社会灵界。而且势力进行迄个属灵的征战，也就是用着即个属上帝体系的信仰来代替即个属世的即个体系的一个性命。所以咱今仔日咱犹原受到即个巴比伦体系的迄个真大影响甲着吸引，直到咱的性命安尼甲着即个信仰的生活犹原失败。安尼充满了失败。若无用安尼用着另外一个体系来代替，咱犹原共款活伫咧迄款的惊吓咒诅的内面，甚至甲上帝关系隔离隔绝，煞家己抑阁犹原毋知影。这也就是撒旦安尼真高招的即个所在。有一个故事安尼讲。讲有一日就即个撒旦甲着伊爱种了路伫遐咧开会，
撒旦伫遐讲咱实在是无法度来互基督徒毋去教会，咱嘛无法度互因安尼毋读圣经无明白真理，咱甚至袂通互因离开因的救主。若是因甲着耶稣基督产生了真亲密的即个结连，安尼咱的权势就失败了。安尼，互因去教会，就互因去教会吧。咱所爱做就是安尼偷摕因的时间，互因无有时间甲着即个耶稣亲近连结。这就是我爱恁去做。撒旦安尼对伊遐了落安尼讲。撒旦煞接伊伫遐佫讲，叫遮个人安尼无法度甲因的救主逐日有真亲密的即个结连。即时遮个魔鬼邪神都伫遐大声吼讲安尼阮着要怎样做？撒旦伫遐应讲，互因无用，互因安尼为着生活一寡小可代志伫遐无用，制造一大堆的遮个虚华来充满因的规个头脑。因有引起安尼开钱，安尼尽量开钱，互因因为开钱来安尼不断去趁钱，安尼伫遐撸卡，伫遐安尼借钱，互做某的安尼出外长时间的做工作，互做即个丈夫的一礼拜安尼工作7天，安尼每一工安尼10到12点钟。即个工作，安尼才有够额钱来满足因迄个规个虚华的生活的方式。或者系做父母的无时间通好来陪伴因的囡仔，渐渐安尼，互即个厝内人安尼彼此来疏远，互因的厝安尼过来安尼无法度透放工作所带来迄款的压力，互因的头脑内面安尼堆满了规个世界的遮个代志。互因疏忽了听袂到迄个需要的迄款的微细的声音，互因安尼所到的所在，拢安尼响着安尼迷惑人的音乐，互因的厝安尼随时拢开着即个电视，安尼放着即个 DVD， 因的电脑安尼入面拢开着。叫所有的遮个商店餐馆等等遮个安尼时安尼播送着即个世界的音乐，安尼就有够额，互因的头脑无法度甲基督来伫遐结连，互因的遮个桌顶面满拢各种的遮个杂志是遮个报纸，用着24点钟的新闻来安尼占满因的心灵的迄个意念、心思意念。当因开车的时阵，用着各种的即个看板来吸引因的即个注意力，互因的信箱的内面，安尼充满了各个迄个各大即个超市、百货公司，安尼咱拢讲特价、特价的即个迄个 DM 行路，各种的即个抽奖券等等遮个免费的产品、免费的服务，各种遮个虚假的希望。佮爱互遮个身材安尼真好，安尼讲年轻，安尼美丽遮个安尼笑路不断出现伫咧遮个即个杂志甲着即个电视的顶面，互拢总的遮个做丈夫的相信迄个外在力上重要安尼因就会渐渐对家己的某囝安尼感觉无满意。佮爱互因的某囝无用到无法度听因的翁婿，佮互因的安尼，互因这翁婿安尼真头疼。若是做某囝的无法度互翁婿安尼得到迄个爱，安尼做翁婿就会去到其他的所在去敲找迄个爱，安尼家庭就变甲非常的脆弱。佮互这个圣诞老公公安尼迷惑因，互因的即个囡仔毋捌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佮互因的即个过活节用着即个过活节的土互因毋捌耶稣基督过活大能，迄个会通赢过罪恶甲死亡，互因伫咧即个咱讲游戏场游着场所安尼无节制的伫遐来佚佗。转来的时阵已经安尼软骹无力，
互因无用去到伫即个儿童乐园，无用去安尼看即个球赛，也是看迄个8点档戏剧，以及电影、音乐会等等，互因无有时间亲近上帝所创造的即个大自然。互所有的即个学生安尼无用伫咧即个课业的成绩顶面，无通安尼有时间来灵修祈祷，反倒诚做借口，讲要为着将来会通来服侍人，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互因安尼无用，搁安尼当因参加着教会聚会时阵，互因安尼搞小圈圈，安尼讲闲话。对别人安尼批评论断，家己掠做是公义正义的化身来安尼懒散伫遐批判，永远反省着指责着别人，却看袂着家己的问题，安尼就有不断的迄个冲突会来发生，互因的生活内面有不断的迄款的侪的理由来叫因安尼无对耶稣基督来得到快乐。真紧，因就会安尼只简单知影瓦靠因家己，牺牲家己的家庭、健康，为着满足家己所爱的一切。这个故事伫咱的生命经验内面，是毋是真熟悉？这正是撒旦伫咱的生命中所建立的迄个巴比伦的体系，也就是俗世的这个体系。伊互咱的信仰破病，甲无有迄个意识到咱已经破病啊！互咱认为咱通倚靠着家己来赢过撒旦，也是讲毋愿意来麻烦别人，咱家己要倚靠着家己来赢过着撒旦的攻击，以及撒旦的欺骗，这拢是撒旦的手段。互咱以为咱家己无一定会失败，直到毋免倚靠上帝，搁较无愿意建立属上帝体系的迄款的信仰来代替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欢喜沉沦安尼享受伫咧即个罪中的迄个快乐。安尼属上帝信仰、属上帝体系迄个信仰的基础到底是啥物？第一个就是耶稣。信仰若毋是建立伫咧耶稣基督，咱的信仰就是虚的，是无意义的。咱信仰的根基是建立伫咧耶稣是我的即个典范，耶稣是我的榜样，耶稣是咱的焦点，是咱学习的迄个模范。咱既然顶头生就安尼得到迄个新的生命，就爱安尼讲褪去旧人穿着即个新人，搁即个新人是照着上帝形象所做的。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伫咱的中间，有形有体，将上帝形象画伫咱的面前，互咱通学习伊。耶稣时常提醒伊的门徒，爱学伊安尼爱温柔谦卑，过来咧，爱彼此服侍。搁彼此相听，搁安尼圣经有真侪使用着这个词，就是讲恁爱怎样搁亲像基督怎样，是讲爱怎样来亲像基督等等这个。耶稣是咱生活的迄款的典范，嘛是人甲人相处的迄个模式的一个准则。伫咧即个所在，安尼。保罗嘛，安尼教导教会讲爱安尼学习着基督迄个咱讲讲用基督的心做心用着基督的心做心就是甲耶稣有共款的态度特别是迄个安尼，咱讲叫做讲。特别是谦卑舍己的迄款的态度，咱必须爱安尼掠耶稣做模范，毋通互其他的人也是代志以及物件来取代耶稣。耶稣就是咱的模范。
第二，圣经是我的准则。信仰的第二个根基就是圣经。圣经是我的准则，无圣经，人类就无法度认捌耶稣基督。圣经是咱认捌耶稣基督的准则。规本的圣经拢在见证耶稣基督，因为伊是圣经的主。圣经是绝对的。伫咧圣经内面讲安怎讲？是就是，是就是，毋是就毋是，无含糊不清。这个以外是对迄个派出。撒旦起初的计谋就是要互夏娃对上帝的话无肯定。伊伫咧迄个所在对夏娃讲，恁无的确会死，无的确就是无肯定。恁无的确会死，互夏娃开始安尼无肯定上帝的话，内心无肯定就产生了动摇、摇动就容易抵靠来犯罪。怀疑就是信心被摇动，信心一旦被摇动，就咱讲规个拢崩盘了。咱若肯定上帝话，就带来信心；若无肯定，迄个怀疑就对咧来。无肯定是咱现今即个撒旦欺骗人类的上要紧的一个方式，互咱活伫咧各种的罪恶捆绑的内面。撒旦互遐个教导的欺骗就是安那，无一定会输，爱博才知影。除到有侪人安尼跋到安尼，咱讲跋落去伫咧即个跋筊的即个罗网的内面，一旦安尼，迄落跋筊就安尼伫迄个中间安尼无法度安尼讲安尼无法自拔。但是跋筊无一定会输嘛。跋筊的人就算起初伊赢了一寡，落尾犹原咱会通讲叫做输甲脱裤，家破人亡。咱若是有认明即个跋筊一定会死，还是跋筊一定会输，咱就会离开即个跋筊，互安尼就袂互即个跋筊来所安尼捆绑，还是辖制。对其他的这罪恶也是同款。咱若对上帝话有肯定，就袂互撒旦欺骗，甲着即个辖制。直到安尼跋落伫咧罪中间，圣经是规个是完整的，袂通增加，也袂通减少，所以圣经的内容是袂会改变的。既然圣经是绝对的，是完整的，安尼若掠圣经做咱的准则，咱就袂摇动。若是圣经是咱认捌耶稣的准则，但是有圣经并袂通保证每一个人拢会通安尼认捌耶稣基督。圣经的目的，毋是要为着增加咱的财物，乃是要互咱通悔改，搁较亲像耶稣基督。咱若爱上帝话肯定，就着将咱的根基徛在伫咧即个石盘顶，就是信心顺服，真做咱家己见证的即个道。搁知影上帝话并无代表咱对上帝话肯定，只有常常伫遐遵守、遵行着上帝话，咱才会通肯定上帝话。第三，圣神是我的引带。信仰的第三个根基就是圣神，圣神是咱的引带。耶稣伫咧这个世间，常常安尼倚靠着圣神的引带。圣经的这个作者也是安尼伫圣神的引带下面，安尼写出每一卷的圣经。搁较免讲是咱，兼无搁较需要常常互圣神来引带嘛。圣经甲咱讲安怎？咱若安尼咱若照神来活，就照神来行。咱做事的根基就是互圣神成做咱的引带。这嘛是互
咱成做上帝礼物的一个真要紧的生活的方式。圣神通无所不在来引带咱，佮安尼使咱开力，成做来讲完成上帝的迄个心意。刚才咱会问讲，圣神看袂着，摸袂着，要怎样来互圣神来引带呢？伫箴言第3章第50到第60节咧讲，恁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捌伊，伊要指点你的路。互圣神来指点，咱需要做的就是专心来倚靠上帝，毋通倚靠咱家己的牛。简单来讲，就是用着咱的心，毋是用着咱的头壳安尼。才讲迄个爱专心，才伫咧即个所在讲爱专心来倚靠上帝。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捌伊，就拢着认伊。意思就是爱专心来倚靠上帝。伫一切代志的顶面，咱无搁靠着咱家己的财物、咱的聪明，安尼愿意放下咱家己，来安尼听叹，安尼顺叹着圣神的引带。圣神的应允，咱从圣经的应允内面是上帝的确要指点咱。起初咱检采，咱袂习惯，那咱常常选择咱放下咱家己，来倚靠上帝，互圣神来引带咱就会习惯互圣神来引带，圣神会帮助咱来明白上帝的话，佮圣神也会安尼。引带咱着讲的话，做安尼该做的代志。第四，安尼活伫咧即个属上帝体会内面，各位兄弟，当咱选择要活伫咧即个属上帝的体系的内面的时阵，咱会发现咱是轻松的，因为咱的主耶稣已经为咱来承担一切的重担。佮伊为着咱来征战赢过即个属世、即个体系的攻击，加着即个合作，互见若安尼伫咧天呢，伫地以及伫地下，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安尼毋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来归荣光上帝。当咱活伫咧即个属上帝体系内面的时阵，咱要惊什么人？咱有啥物人通好，互咱来惊的？各位兄弟，主的日近啊，是咱应该选择用上帝体系来的信仰来代替即个属世体系的些时阵。无需要搁一摆来安尼为着咱来整理咱拄则所分享的，规个即个建立着即个上帝体系即个信仰拢是建立伫咧3个根基。这3个根基是啥物？就是安尼，耶稣是我的安尼，耶稣是我的榜样，圣经是我的真迹，圣神是我的引带。当咱的信仰建立伫咧这3个根基的顶面，咱生命主要的2个核心，就是要互耶稣来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作王，互耶稣来得到一切荣光。耶稣是咱信仰的规个焦点。嘛是咱生命一切的焦点，咱需要抓着这2个即个核心，来就是爱互耶稣伫咱的凡事顶面来作王，互耶稣得到一切荣耀。这也是牧师下礼拜所要分享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上帝体系的迄个信仰。现在牧师要来列出几个安尼题目，咱通好伫咧咱的即个周间通好来想。第一个，咱信仰的基础有倒3项，咱头拄已经有讲，咱会通过来搁顶一摆过来想。第二，面对着即个属世体系即个威胁甲着引诱，属上帝体系即个信仰基础怎样会通来帮助咱？第三，着耶稣安尼道成肉体来到咱中间。互咱会通来学习
伊迄个谦卑舍己，甲着人相处的即个模式。安尼，请问咱伫咧咱的生活中，上袂通安尼谦卑也是舍己的，是倒一件代志？第四，伫咧即个俗世体系内面，上迄个撒旦用着甚物款的方式来，也是方法来欺骗人，互咱活伫咧逐种罪恶甲着捆绑的内面，咱要怎样赢过即个撒旦的欺骗？第五，虽然圣经是互咱明白耶稣的准则，但是圣经袂通保证每一个人拢会通来明白耶稣基督。咱怎样透过圣经来明白耶稣基督呢？第六，咱真理会互咱自由，咱减有用着圣经的话来赢过一切欺骗，甲着互咱安尼搁较明白耶稣基督的迄款的经验。减有安尼讲上互咱感动的迄款的经文、经段，也是领受的迄款的代志，咱会通来甲别人来分享。第七，为什么耶稣伫咧这个世间爱常常来挖靠圣神的恩赐？搁咱减有安尼挖靠圣神嘛？第八，面对着每一个代志，也是讲每一个事件，咱愿意大声来放下咱家己的熬，甲着过去的经验来听探，也是顺探着圣神的恩赐无？对倒一件代志来做起你期待要对倒一件代志来做起？期待咱会通伫咧即个礼拜会通好好来安静来思考咱头前所提这8个问题。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你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你的话，互阮搁一摆来深想，主，阮着怎样来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信仰？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安尼建立伫咧耶稣是我的安尼模范，圣经是我的准则，圣神是我的恩赐，安尼3个根基的下面，互阮会通伫咧阮的生命内面，会通不断来安尼建造，互耶稣伫我的生命内面来做王，互耶稣来得到阮伫咧阮的生命经历内面一切的荣耀，来互你即个属上帝你的体系的安尼迄款的信仰，会通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得到徛在，建立。求主怜悯阮，帮助阮，引带阮头前的道路。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要做基督的圣名祈祷。阿免。即时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152首。救主疼痛的声，请起立吟全首。我
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这时，请咱来看咱的荧幕上有一个本教会的奉献的账号，请咱大家若是无方便伫周间来教会，会当将你的奉献来寄入这个户口。若是你有方便，你也会当用一个信封袋，将你的11奉献放入去，周间摕来教会，交互干事。只是阮到出生地，感动白白受恩典。虽然报答的苦情，满地感恩阮所献。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上帝啊，但阮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虾米？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错人，是假歹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毋望长长直直。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今仔日的金句，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有对伊学习，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得败坏。下面咱来看今仔日的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二点，6月5号小会决议的事项。第一点，接纳新学生潘新荣退劳保。第二点，
接纳信徒游文聪、黄芳苗、由黄福凤汇集停党。第三点，因应疫情并未改善，如有疫情管制持续的情形，相关配套有调整的必要。经研拟调整的办法如下：第一点，主日礼拜改为线上直播台语、华语各一场，以服事同工数减至最低为原则。第二点，小会公告本教会各团契小组聚会暂停起契期间，依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告为准。第三点，聚会暂停期间，订定本宗机构请安募款及非本宗机构请安募款个别奉献的金额，会友如有感动奉献，则在并入。第三点，6月5日长执会决议的事项：第一点，接纳5月份收支月报表；第二点，接纳牧师馆主卧室冷气机更新；第三点，接纳摄影网络直播系统设备采购；第四点，接纳社教60周年特刊因疫情关系顺延出刊；第四点，本会推行1年读完圣经一遍，即将在6月底满1年。如有完成的兄姐，请将您的读经记录卡拿到教会办公室交给干事，教会会为您准备一份精美的礼物。第五点，请各团契预备下一季的聚会内容安排，今日交给办公室，以利下一季的行事历制作。第六点，有登记购买台湾圣经公会书籍的兄姐，请于周间到办公室付款领取。代祷事项，请参看每周的代祷函，并附上祷告代价。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伫台湾欠水的这时，你赏赐予阮及时的帮助，予阮有够也用的雨水。阮伫这时也要同心，为着全世界的疫情来祈祷，求主施恩怜悯，伸出你大能的圣手，或者一切的病毒、一切疫情会当来结束，予阮会当来恢复正常的生活。阮也为着全世界各国的政府来祈祷，求主来帮助这的政府官员，会当来帮助因的百姓，得到够也用的疫苗加医疗的物资，来挽救更加多人类的性命。也恳求主纪念，因为目前疫情无法度出外工作的人，主啊，求你帮助各国的政府看见这的百姓伫经济生活中的困境，会当尽力来协助因来度过目前的困难。恳求主施恩帮助全世界的基督徒，甲信靠主的这国家，会当遵传主你的教示，愿意听厝边亲像家己，也愿意来帮助身边周围这有欠缺的厝边以及国家，会当来分享因所有的医疗物资，甲因所有的物件。求主赏赐阮全人类平安，也纪念着阮教会中身体欠安的兄弟，求主医治看顾，也求主看顾教会兄弟每一位的心灵甲健康。伫目前疫情无方便外出的时，主啊，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专心倚靠你，也互阮有平静安稳的心，会当继续为着全世界来守望来祈祷。阮安尼祈祷，
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这时，咱来吟上行的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金丝线，咱请牧师来祝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阮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恳求主圣神亲自来引带阮，互阮会通建立伫咧耶稣是阮的模范，圣经是阮的准则，圣神是阮的引带，互阮会通欢喜，伫阮过来的日子内面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安尼信仰，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灭道避讳。